来看受到冷气团影响哦，今仔透早各地拢出现低温。苗栗三湾乡哦，今仔早起的7点20分只有1度，是2冬以来平地上低温。气象署嘛表示讲，西部普遍拢有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。今仔明仔载日时哦会较温暖寡，也毋过明仔载暗时又搁有一阵大陆冷气团，全台的水气较高，是隔湿隔冷的天气哦，是礼拜四会上寒。 民众出外外套，嘴暗无啊包条条。拜二早起，虽然全台各地头拢好天有日头，不过受辐射冷却的影响，西部地区透早普遍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。伫苗栗三湾干那1度，新店五味2.1度，云林虎尾5.3度。气象署表示，拜二日时冷气团有了减弱，温度回升，只有空旷地区犹原受辐射冷却的影响，早暗温度较低，温差真大。拜三开始，后一波大陆冷气团到位，全台低温大约是12到16度。这一波的冷空气最低温预估是在16号的清晨。 在西半部地区低温大约是12到14度，东半部是15到16度左右。那到了17、18，冷空气逐渐的减弱，温度是稍微回升了一些。气象署表示，后一波冷气团预估会影响到拜五、拜二暗南平分西上北水气较高，另外东部、北部受东北季风影响，所以全台拢有可能会落雨。那到了14号的晚上到15号，除了迎风面的北部、东半部地区容易会有局部短暂雨之外，南方水汽北移了。 其实，在整个南部地区、中部的山区都容易会有降雨的状况，连平地也会有，中部的平地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飘雨。气象署表示，拜二暗到拜四早起这段期间属于寒冷，中部以北3000公尺关山有机会会落雪。拜四过天气转大冷，拜六开始会略啊回温。气象署提醒，如果拜四会是上寒的，请民众爱注意感冒、穿服小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